那么朱拉康这个观念效应不的，哎呢观念的你们这个小概开始好像没可多了呀，现在的体克，哎你不是说这个前面的也没中些，没有到处把人买着，哎你观念的我是快点没就是了的，快点没就是的，哎那可看没看见是的，哎那他里啊在起，哎那现在体克呢总熟悉，现种种。他讲没说呢，现种种，这就跟这也是的了。现在感觉我这次我那让他退休注意了，这里里说是这样的，这话，叫什么？那肯定是退休的，这老子上面干了。当然购茶有不要的，俺说我购茶去，俺说怎么在下这个，那并不到是那个的，先收讲样嘛的。